Thank you. Tiana, hi, Tiana.
气了。哦，这好。哦哦。
感谢我们相当精彩以及生动的演出，再次谢谢来自加纳舞动非洲舞团的队友们。好，再次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。最后，我们也非常谢谢所有观众朋友你们的支持以及包容哦，因为下雨天的关系，所以我们今天的演出场地就改在室内举行，但是呢，不会减少我们演出的热情。